行政院宣布，為明年開始全面禁止用噴飼豬。都有真濟飼烏豬仔的業者真煩惱，講吃飼料會影響烏豬仔的肉質甲口感，生理驚會受到影響。農業部這邊是回應講，會全力協助業者轉型甲升級，嘛會積極推廣台灣的烏豬仔。真濟小家用的這豬肉都是用烏豬哦，所以伊本身的氣質澎湃，甲包括豬味攏做好的，所以這是咱正港台灣味的這口味。烏豬仔肉是咱台灣本土真出名也較高級的食材。不過，因為英國烏豬一直攏是用噴咧飼的，所以舊年國內爆出非洲豬瘟疫情的時陣，國內烏豬業者受到真大的衝擊。不過，農業部表示，因為咱有好的防疫，佮加上政府甲民間合作，才通伫3個月內甲非洲豬瘟消毒。大家都知道台灣豬肉真的非常好吃，但是台灣豬肉的好吃，其實後面有很多人的努力。100年來，只有台灣在發生非洲豬瘟能夠在3個月裡面把它清除，就在6個月裡面恢復成非疫區。因為政府已經宣布，對明年開始全面禁止用噴飼豬，有真濟飼烏豬的業者就煩惱，若是予烏豬食飼料，毋但成本較懸，也影響烏豬的肉質甲口感。不過，也有豬農表示，其實國外的烏豬攏是食飼料的，而且咱台灣烏豬品質的純度，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所在。品質你無做好，你食啥物飼料啊、食粉啊，其實無法度凸顯講伊肉本身的品質的狀況出來。咱啊食飼料來講袂講因為這疾病這破病，來影響咱這豬仔的健康。目前台灣烏豬的市佔率大約是12%。農業部表示，跳產試驗所有研發專門予烏豬食的飼料，也有成立產業輔導小組，專力協助業者轉型甲升級，希望予台灣烏豬的品質更較穩定，也積極來推廣，予更較儕人會當食到咱正港的台灣味。記者歸有記林旭凱台北報道。